2024的总统选战，若八要合作，到今也未定案。国民党的侯友宜昨是发声讲，火车未等人。今仔日搁再强调，若八合作是落成民意的期待，因会共同合作，未辜负人民。因那郭文德这边是表示讲，已经有收到国民党毋是初选，嘛毋是全民调的方案。不过郭文德家己是强调讲爱全民调，唯一会当体谅的，就是民调的结果，双方若差无介济，安尼无论输也是赢，伊拢接受做副总统的人选。去台中拜票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受支持者热烈欢迎。不过各界关心阿伯合的进度，侯友宜前一天用火车过站都未等人来比喻，佮传出下最后通牒，其他无讲好就破局。民众党关系也放人讲，无佮坚持一定爱全民调。侯友宜则表示，会先去先困面对两党协商。蓝白合作是6成民意最大的一个期待，我们一定会拿出最好的方式，大家以最大的善意跟诚恳，大家一起共同面对，携手合作。我还是相信科学哈，只有全民调才能够真正反映民意的哈。我也愿意退让一下哈。就算是全民调哈，如果在统计误差范围内啊，我们还是愿意当副手来达到政党轮替的目标。要拼参选总统的郭台铭已经送出超过8万份的联署书，不过联署过程乌色案件一直传出来。士林地检署阁成立禁见一个涉嫌收购联署书的县长的经理长，阁传出有过境办人员也被约谈。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子传黄世修、郭守正，甚至到郭台铭本人都被约谈，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消息。郭办严格禁止违法行为，可是我们要呼吁司法单位必须要严守行政中立。过境办负责相关的风声，强调官方联署站拢无牵涉违法代志，会全力配合侦办。不过也认为检调大动作调查无符合比例原则。记者综合报道。